咁你35F 嘅胸部係點樣養成嘅咧？其實有一個理論嘅，我之前有聽過啲人話咧，你上一代嘅級數啦，你下一代會跳2級咯。咁咪會係咁越嚟越大咯。你唔覺得90後唔係00後嘅妹豬啲波一定係大過90後？係嘅，隔多1、2代呢個波就會大2級。咁1到2級咁升咯。咁你之後嘅後代，哇咁樣跟住哇愛美神導彈可能50年之後啲人全部個波都好大咧。進化論唔係講個人種進化，係胸部大細嘅進化。但係你有冇話其實平時食開啲乜嘢嘢？我有聽人講過啦，係話飲湯水會咯。我細個嘅時候咧，食飯前一定要飲一碗湯，同埋好成日都會打木瓜奶飲咯。係屋企人中意飲木瓜奶，定係想你發育得好啲飲木瓜奶？有個位置有棵木瓜樹嘅，因為所以間唔中自家養木瓜打木瓜奶，好飲㗎。我細個好中意飲奶，我媽話我細個唔食嘢都要飲奶咯。呢個就係一個實證咯。各位孝鬆啲，咁可以提下身邊啲可能正在發育嘅女孩子都可以飲翻多啲木瓜奶。